大家好，我是苏信善，今日要教大家做运动，清火养生操。今天教的是8段锦的8个招式，大家会听我做哦。好，开始时间各位打扣了，双手托天，好，双手托天，吸气，画半个圈，很好，吐，膝部向后背。屁股往后翘的时候，如果膝盖不舒服就微弯就好。好，动作不舒服就推一阶哈，不要做太大力，慢慢做，送到天花板，送出去，空调前来一下，不用松。好，记得就是我们双手托天里三焦哈，脚打开，吸气，画半个圈，吐气。慢慢做，放下來，吸氣，數邊下來，慢慢邊下來哦。吐，吸氣抱球，抱到胸口，吐氣，看上面，头回正，不要耸肩哦，掌根托，松开。好，我们并脚，好并脚，换手，吸气，拉一下，来一下，吐。好，手自然下垂，用下来，十指交扣，抱起来，配合你自己的呼吸就好了。送上去，空调前，掌根松开。好，这是第一式。好，第二式，好，左右开弓哈，左右开弓。好，跟老师做哦，脚打开，站姿都是内八，一定要内八哈，脚尖要内八。好，不可以外八哦。好，吸气，转，推吐拉弓，扩胸，向后坐，坐下来。好，膝盖不舒服就不要蹲太低哦。好，看你自己，向后坐到底，把肩椎尾椎拉一下。好，再起来。好，再换边，吸气比个7，大长筋，拉胸口，再吸。看前面，空气有前，吐气扩胸，坐下来，好，做到底。好，我们要蹲着马步再练习哦。吸，拉弓射箭，再吸气，扩胸，吐，慢慢后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好，扶着膝盖，好，吸气，比个7，再吸，很好。扩胸吐，后坐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这是第二式。好，第三式，调理脾胃，虚单举，吸气，下按，转，上撑，下按，好，再来出拳，下压，旋转，上撑，下按，好，这是我们的这个起势。好，进阶就是要跨步、马步哦。好，脚打开，打开，好，吸，脚尖朝同个方向，下按，转，上撑，下按，再次吸，后移，转，上撑，下按，好，回来，这是我们的第三式。5劳7伤，往后瞧，脚打开，吸，吐，撑，收回来，吸气，吐，收回来。好，我们进阶版，好，要向前走一步哦。吸气，跨步，吐，转，吸气，撑，回正，收回。吸气跨步，吐，转的时候小心踩稳，脚踩稳，看后面，撑一下，回正，收回，就是我们的5劳7伤。好，胸后扣，往后瞧，好，摇头摆尾，去心火，手打开，吸气，摸脚尖，再换边，转一圈，吸。吸，转，
做吐，好，吸，吸，转，转腰后吐气，好，这是我们的开步。好，下一个并步，手肘就是那个拖着，好，这样子拖着，好，这是进阶版，好，并脚，看右边，看后面，看左边，转，看右边，看到反方向，再转回来，好，一次、2次就转，回来，好，这是我们的摇头摆尾去心火。用数哦，从数，双手攀足固肾腰，好，数开了，看蛋糕，头先回正吐气，再吸，回正，吐，第3次吸，回正以后，屁股往后翘，好，膝盖不舒服就微弯哦，抱膝盖看后面，头先抬起来，带动你的颈椎、胸椎、腰椎起来。手放在腰的后面，向前推，看上面，回正。好，我们并脚，吸气往上拉，头回正，吐。好，吸气往上拉，头回正，吐。再一次吸气，手要打开，打口了。好，回正，再手手不用下来，慢慢不用下来，抱着脚踝或膝盖都可以，就往下抱，看后面。头先抬起来，头带动颈椎、胸椎、腰椎，身体起来，放在后面，好，撑一下，头先回来，腰再回正，好，2手攀足，固肾腰，好，专拳、转拳、怒目，增气力，双手握拳，好，出拳，外旋，出拳，外旋，好，再出去。好，手打开，立拳，再转到另外一边，立拳，最后往上拉，再立。好，风数哦，出拳，旋转，再出拳，再旋转，好，再出拳，好，往上拉，立拳，换边，好，最后回正。好，我们马步哦，要蹲着，好，脚打开一点，好，蹲马步，好，蹲不到那么低没关系，有蹲就好，好，看你的肌挑和膝盖的这个承受哈，这样也可以，好，高也可以哦，好，低也可以，然后你看你的能力哈，慢慢苦哈了，好，先右手出拳，外旋，出拳，外旋，再出拳，好，胯脚，手打扣了，拉一下，再转。吸气，好，再回来，打开，好，换手，出拳，换手，再一次出拳，好，脚往后跨，吸气，扩胸，再转，再吸气，正脚，收，好，回来，下来，好，这是我们第7式，第8式，背后7颠。百病消，好，跟着做哦，天海舟哦，吸气，吐，看上面，手放下来，吸气，翻到后面，到腰的后面，垫7下，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更好了，吸，吐，放下来，吸，有够会不会？垫7下，1、3、4、5、6、7，正脚8，再来是吸气，吐，手放下来，吸，好，手就自然下垂，好，跳高一点，可以的话啦，像是膝盖要弯哦，跳的时候膝盖要弯哦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最后一次吸。吐，吸，
手不用下来。好，背后7天，百病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今天我们练习的是我们8段锦的8个动作。老师师承颜真，好，老师有去拜师哈，跟一个老师学的。颜真老师15年前就开始学这些，学了1年多就开始教课了。好，这个功法就是把经络做一些伸展。我们最后做个收功，吸气，手心往上拉，拉一下，吐气，不用松，全身松，吸气夹臀收腰，夹紧，胸膛回张，康条前，看前面，下来吸，吐，夹臀收腰，吸到胸口，看前方，吐，牙齿松，眼条不用松，脚松，全身松，做一次吸。啊，要翻转未来啊！翻转未来，吐，最后这个，我们这次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8段锦呢运动，前面有一个重要就是吸气要记得脚趾头要抓地，脚趾头要抓地，一定要练习吸气抓地，鼻子吸气的时候抓地，啊，太个比较狠，好，吸到胸腔，舌头顶上颚。嘴巴吐气，眼角不用松，松开，全身松开。再一次啊，吸气夹紧，再吸到胸口。还有气的话，吸久一点。嘴巴吐气要开始嘴巴吐气要全身松开，慢慢松，慢慢松。好，今天有没有搞大家做运动清火养生操？大家作为清火，总因为。可以看一下色水，什么大家？天苏醒山，好，天爱做运动，等下要天爱做运动。清火养生操，好，今天要练习的是健走站的运动，好，冲呢坐姿做一半，好，椅子要靠背的哦，椅子要靠哪里？椅子要放哪？最好摆在家里面的墙壁，好，靠着墙壁。好，坐着才安全。冲练哈，不会跌倒。啊，靠着墙壁，好，这样很好。椅子靠墙壁，坐姿做一半，抽一半。好，好，天海走哦。滚呢，健走站在哪里？在脚尖前10公分，属为蠢车。轻松握就好，轻松握哈。大家天海走哦。前点后踏，做对吗？好，脚趾头要挺头，挺头挺头，好，挺头挺头一下。好，挺通挺通，好，上去下去，上落下去，好，脚趾头要挺通，好，做4个8拍，好，做对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1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暖身做好了啊，给我打口来。输重的，要卡高哦，要抬腿，不对不？卡起了，不用下了，逆势哈。吸，还有啊，6、7、8、9、10，声音，加油哦，姐姐，Go Go， 15、17，加油哦，要多嘞，19。逆势，好，做20下，好，最少做1分钟哦，好，做1分钟，开合哈，好，第二个运动是脚哈，记得给我蠢车，要伸直，好，伸直以后，好，身体要长高，身体要向前一点，好，不可以这样做哦，哦，靠着这椅子太舒服了吧，腰都没有用到力，好，脚伸直，重心前移，好，撑多久？最少撑10秒。10秒钟，开起来，做对吗？好，同好，猛叫，2、3、4、5，过来，9、10，哪里会酸？太个比，要练腿力哦。要运动懂好呢，这运动很好。坐着哈，脚又可以伸直，开起来，好练腿力，好，加油哦
3、4、5，够了，7、8、9、10，等好，来弄脚，可以哦，看抬高一点，好，做点么？抬不高也没关系啊，有做先求好，有做之后，1、3、4、5，够了，7、8、9、10，好，这个直吸哈，抬腿，强化我们的腿力啊，好，来我们有骨挺通一下，好，腰往前推，送出去，主重的腰往前哦，有骨会挺通哦，唔係手挺通啊，不是手往前推呢。是腰送出去，哦，腰前后带动，都对吗？好，来拉腰很重要，好，慢慢拉腰，把腰拉开来，好，推出去也可以停久一点，这样停久一点，嘴巴吐气哦，吐到没气了收回来，好，先慢慢开始摇，好，让它有活化，都对吗？再慢慢练好，烘起来哦。好，练习下一个运动，苦下来，深蹲，往前推，站起来咯。好，送出去，烘起来，烘起来。好，深蹲，好，起步向背，屁股往后翘，屁股往后翘。哎，对，蹲下来。好，大腿好酸哦，就是练腿力呀。好，不可以驼背哦。好，慢慢再站起来，烘起来。好，臀部往后翘，往后翘，往后翘。你觉得大腿好酸哦？太狗比大腿很酸哈，会爽哈。撑住，好，撑住，好，做对哈，烘起来。好，要练腿力，好，屁股靠墙壁也可以，练习深蹲也好，好，鼓下来，鼓下来哈，慢慢下来，好，慢慢烘起来。喊做对呢，练爆发力，好，慢慢蹲，快站，好。鼓下來，慢慢下來，夾上來，好，慢慢蹲，蹲下來，好，停一下，定一下，要烘起來哦，站起來，好，練習，慢慢蹲，不舒服就退一階，慢慢來，先求有就好，有做就好，哎，加油哦，好，要加油哦，好，加油哦，好，往後蹲。好，烘起來，好，這是我們這個腿的訓練。好，我們接下來要二行路哦，真給我行出去。好，水，棍誒要卡好，要舉好，要拿好哦。好，等一下會動。好，這樣前後擺動，對不對嘛？前後擺動，等下要夾來哦，等下要數拍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动架很快哦，好，练我们这个心肺，好，是数到10就一直动，前后动，好，一直动，数到10才可以停哦，1就1可4哦，练好1可4哦，要彈眼功法哦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夠了，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得好，前後擺動，好。增強肌力，好，做點冇？好，放腳哦，行出去，等下會停通哦，聽人講哦，人講所謂夾來，夾停通，好，超慢跑加強版，好，數到10才可以停哦，可是哦，2可4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嗎？9、10，哎，好，之後就數拍子哦，讓你。一直去强化它，还可以吗？再一次好了，好看大家，好看你做的意犹未尽，好，给下来哦，好，1数到10哦，准备咯，2可4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有没有运动到？收回来，好，喘口气，就是我们这个摆动哈。训练我们的心肺，肺活量很重要。好，运动很重要呢，每天运动几分钟，哎呐，3、4分钟，而且要有点喘，要刺激我们心肺。好，运动3大
这个功能最重要就是要心肺要好，还要练什么？蹲，要练重训，就是阻力。好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我们家的拉筋啊，好，一定要记得，记得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这个下一个运动呢，要天海周哦。好，站姿站好，好，怎么握？好 ，L 型这样握着，好，握着，都对吗？都对哈。准车，拉腰哈，拉腰要小心哦。好，等下头会低下来，如果头会晕，就先不要做。好，拉腰，竖耸出去，膝部向后背，屁股往后翘。好，手再往前推，竖耸出去，屁股再往后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背是直的哦，不会冷哈，背跟腰要打车，准车，打直的。好，重心向你的右边，对点嘛，右边。好，再一次，重心位移。好，勾来勾去。好，然后慢慢抬起来。好，头会晕就休息哈，我怕你就说做运动做太激烈了哈。好，还很好，还不错，我们试试看，再一次。竖耸出去，屁股往后翘，膝盖不舒服就微蹲，手往前推到底，屁股往后翘。我觉得脊椎拉开了，颈椎、胸椎、腰椎。好，重心向右移。好，再换边。哇，好酸哦。好，慢慢空起来。好，我们最后呢做拉筋好了。好，运动很重要哦。有肌力训练、铃木高，有心肺运动，还有拉筋。好，脚打开一点，打扣了，让我们的内侧的肌肉干净。重心向右移。好，哪里会酸？这里内侧很酸哦，拉筋有吗？好，这个撑住。好，再换边，换你的左边。好，越下来，下落以后，亚平会手很酸哦，拉筋，很好很好。有酸吗？有哈，好，加油哦。好，再换边，往过来，好，拉筋，好，有健走杖支撑，你就有稳定感，就有安全感。好，支撑它。好，再换边，往过来，拉筋很重要，好，要拉筋。好，脚慢慢的抬起来，输重了。好，我们最后做收工哈，收工。我们这个收工以前呢，轮胎加工哈，就是给拿这个健走杖哈去运动哈，喊路运动。啊，老师也是跟那个一个医生学的啦，啊，郭医师学的，然后把它教到整个台湾各地哈。希望大家用这个健走杖，让大家只有什么用它会使身体怎么样？脊椎挺直，好，保护关节，增强我们的肌力，好，增强肌力要一起来运动哦，一起来运动。我们最后做扩胸，好，做扩胸。等下手会打开哦，会打开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向后吐气，扩胸，回来吸气，好，过来吐气，吸气。好，扩胸吐气，回来吸气。好，做一次扩胸，回来。好，最后下课我们要敬礼哦，老师等下会喊立正敬礼，你们就要喊谢谢老师哦。好，立正就是敬人，就是立正。好，立正就是立正。好，敬礼，手要往前推。我要讲生猛行善哦，等下会讲哦。好，做好等下会喝水。好，准备好了，立正，敬礼，生猛太假，生猛音，等下会喝水，可以困一下。